穆瑞諾先生啊，好多人都想知道你今次決定嚟皇馬係咪純粹為咗錢啊？嗱，呢個問題，如果我講唔係，應該都冇乜人信。喺意甲咁多季，食到啲賭仔驚晒，冇乜挑戰性，所以決定跳槽嚟皇馬，完全係為錢。呢個係主要原因。另外，我聽我啲朋友講，啲西班牙妹好爽口啊，架撐好，功夫一流。我食到咁大個人都未試過，講出去都冇乜人信啊！我啲雞蟲朋友話喎，呢度叫雞好平，一鑊各半，過夜5角，去邊度揾啊？我仲聽講話呢度啲女乜都肯做，雙飛、獨龍轉、口爆、飯店。喂，大佬，做教練做得咁辛苦為咩啫？都要享受下噶啦！我屋企嗰件食都食到成，我早就想飛咗佢，不過睇在兩個女份上，唯有啞忍啦。嗱，我已經同皇馬簽咗約噶啦，3年1億，包叫雞，包揼骨，包捽腳。如果佢哋搞唔靚俾我，天王都冇得傾。我嗱臨執包袱，同佢講拜拜。